珊珊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和你的朋友准备的蛋糕，看起来好吃吗？我这个，吃吧。来。我送你的。珊珊，嫁给我。这不行，这我得问一下我的姐妹们，咱们是有规矩的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啊？珊珊。我的，就是。我的。这儿呢，杨大伟。怎么了？啊？干嘛去了？怎么才来啊？喝酒啊？哎，你这一身的酒气，我说你媳妇儿也喝多了，你也喝多了，你干嘛呢你？你老婆怎么了？郁闷成这样，怎么欺负她了？老婆，怎么了？这喝那么多干嘛呀？你给她擦擦嘴吧，你看那嘴。不用擦，回家再说。走，回家。哎呦，回家了。哎，为什么不回去啊？你都问那个哪个呀？做啊！哇，这么脏啊！啊？